后来继续来看中油林亨厂，搁来出包，害附近的乡亲深受到空气污染之苦。因为这个医控系统来害气，产生明显的火光甲乌烟，互环保局来罚款127万外。这已经是今年第6届违规了。住伫工业区附近的居民真哀怨，讲每一届出状况，风一个吹，厝内底家具就来盖一层高高的火敷，真无奈。区议员讲，高雄市政府应该定一个停工的标准，袂使就停工，安尼才会当保障到高雄人的健康。规天顶拢是乌烟，中油林亨厂搁出状况，环保局马上前往修正，因为违反空污法，要来开罚单。那因为它的 DCS 系统发生这个故障宕机，所以他们将这一个制程当中的丁二烯排到废气燃烧塔去做燃烧，那就产生火光及明显的黑烟。监视系统里面只有火，并没有黑烟，所以整个排放是因为控制器故障所造成的。规套拢营业伫工业区边的中分里，逐摆只要中油燃烧塔出状况，风一吹，厝内家具拢变甲真垃圾。安尼问题已经很困扰真久啊。我上伫咧气的就是讲，你一届过一届，甲你讲，你讲要改善，到去啥物我拢无改善啦。环保局统计，中油林亨厂今年已经违规6摆，自2月60万、4月30万、7月450万、10月500万、12月3号102万、12月16号127万5千块，总共超过1269万的金额。2月这期敢若罚钱无透动，拿出停工标准来告诉中油说，什么时候是涉及情节重大，应该要予以停工，而不是每一次都说好我们会罚钱。但是最后，中油其实完全不怕这样的罚款。石化厂迟迟违规，市议员建议应该定一套标准，必要时进行停工的处分，才会使真正达成阻止的效果。环保局强调的加重处分，会阁进一步来做讨论。